高雄捷运的喇叭底站，初七下晡有4个查甫人骑脚踏车，对4号的出口楼梯冲落去，在算拍区，真侪民众是感觉真吓恶。高雄捷运公司表示讲，这款行为嘛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，上最是会当罚7500块，嘛已经调查这4个人的身份咯。 少年仔骑脚踏车冲落楼梯，搁继续向通道骑去。画面会使看到边仔搁有旅客伫行路。4个男性初七下晡对高雄捷运喇叭底站4号出入口入去站内耍脚踏车跑酷，倒将影片传去了网络，民众看到一直害头，认为伤过危险，觉得很危险，而且如果撞到人家的话是不对的。假日有的时候很多人在这边练舞，对啊，或者是说像一些比较大的假日的时候。 这边的流量都很多。喇叭底站平常时都真侪长辈来坐捷运，假日游客嘛袂少，阁有学生会伫通道练跳舞。高捷公司提醒，脚踏车入来捷运站爱用牵的，站内骑脚踏车的行为违反大众捷运法，已经通报捷运警察，要找出4个行为人来开罚。高捷公司目前也在积极的会寻求可能警方的协助，我们会把这一个当事者的身份资料给找出来，那并且依照大众捷运法予以告发。 那这个可以依照大众捷运法会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款。捷运警察伫站内巡逻，捷运站内底互当作脚踏车跑酷的场所是头一摆，但进前嘛有少年家伫高捷顶悬，趁到站开门的时间耍接力。高捷表示，这寡行为可能影响旅客也是行车的安全，提醒民众唔通学，以免违法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管高雄报道。